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进前接受媒体访问，有讲到国民党刷来可能向罢免的立委名单，那像是引起国民党支持者的不满。昨是接到一通恐吓电话，警对查是一个住台北53岁查甫人开，目前已经抓到人。 53岁嫌犯，互人对台北市信义区带转去高雄凤山分局，因为伊涉嫌伫咧17下晡2点外，打电话去到立委柯志杰的服务处恐吓。科技侦查方式锁定同性犯嫌，涉嫌重大。专案小组随即持机票北上，至于今17日20时许在台北市信义区将彭贤查缉到案。 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讲是对政治局势不满，才会打电话去到服务处搅乱。不过，立委的办公室表示，对方有讲到麦卡袂到就发起罢免，甲国民党的支持者会真不满，一寡言语，互因质疑这个查甫人是受到煽动。我们一致谴责暴力，这个真的是不好的行为。那我们也希望说台湾能够恢复比较理性的状态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子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发生。在处理很多的陈情，其实都是秉持着自己的可能专业或是良心，那也不宜说把这样子的事件导向太过的政治案件啦，也会让人民或者说让大家民心有点恐慌。 明年2月，这届立委就做满一档，外界认为可能会出现袂少罢免的行动。有真侪立委，包括国民党甲民进党的立委，拢已经互人点名，甚至开始有联署的动作。不过，各党派政治人物拢是打共同的立场，认为无应该将罢免当作是政治攻防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